我喜欢你。啊？我的名字叫滨口长海，生日是1998年1月10号，我的星座是摩羯座，血型 AB 型。我最喜欢吃梅子，最讨厌香菇。干嘛自我介绍？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，我很想去的地方是南极。对全世界来说，你只是某个人，但对某个人来说，你却是全世界。李勇者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啊？僕と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。3、2、3、